好来，乡亲啊，咱就来看这套简讯的实验制。咱的记者实地来做测试，用这个手机啊扫迄个专属的 QR code， 搁来送出着简讯，规个过程唔免10秒钟就完成了，确实是真方便。讲未来包括这个国道客运，包括台铁甲高铁，拢要来推行这种全国性的实验制。 疫情一直拖，坐车更加设置国道客运业者严阵以待，落实防疫措施。要实施坐车记名实验制，不过过一天尔，行政院办的实验制就要实施啊。这套全新的系统抢先公开。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交通实验制马上就要上路了，只要在上车之前都必须要拿出手机扫下 QR code， 不用填写任何的资料就可以直接上车。 经过试验，免10秒钟就完成啊！三步各看一摆，摕手机出来扫每一台车顶面 QR code， 随收入一封简讯，有每一台车的编码，将这个简讯发出去就完成啊！直接就使上车。目前国光客运有1200台车，等于有1200组专属的 QR code。前2天整个样本是9125份，那有问过乘客，乘客都说很愿意配合。假如你没有智慧型手机，还是没有带手机的，我们还是会请你要做一个资本的一个登录。 全国实验制估计20日开始陆续实施，台铁、高铁嘛做伙实施，不过实施的方式也未公布。台北捷运是表示讲配合中央政策来办理，因应疫情期间全国停课也是上班分流等等的措施。是咱乡亲1280块的电机票也未用了，嘛使依照比例去退费。疫情当前更加用谨慎的态度，会使免出门就尽量莫出门。